大家好，我係阿喵。喺聽故事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感情系列之忘不了前度。話說有一次，我喺度睇電話碌 IG，碌下碌下嘅時候，我就碌到有一條片。條片嘅主題係話忘不了前度。個故事係講述一對情侶，男方嘅前度揾返佢，佢就二話不說咁樣劈低個現任去揾個前度。睇完之後，哇，感觸良多。我寫前度寫得多，但我係忘不了佢哋嘅唔好事情，據我衰嘅事情，絕句已經放低晒對佢哋嘅情，對佢哋嘅愛。大多數嘅女性一死心嘅話，就會好決絕。當初俾機會你嘅時候，你又唔識去珍惜，係要失去咗嘅時候，先識得去掛念，想擁有返。但係大多數嘅女性好少會再同返前度一齊。但男性嘅睇法同女性嘅睇法好似有啲唔同。對男性嚟講，前度係一種好有趣嘅生物。對前度嗰一份着迷，嗰一份執着，嗰一份放不低，應該好多人都有深深嘅體會或者明白。尤其是係女性，更加會知道前度嘅殺傷力有幾咁重。我亦曾經深深咁樣體會過。例子就有 A1， 我同佢認識咗好耐，認識咗10幾年之後，先至開始做情侶，由同事變朋友，再由朋友變做情侶。所以我有一次喺公司見過 A1 嘅女朋友嚟公司接佢收工，可以用清純、可愛、靚女嚟形容。佢留住一把長長嘅頭髮，個樣貌就好似日本女星松島菜菜子。我喺度就用菜菜子嚟稱呼佢。A1 佢好努力咁去揾錢供菜菜子讀書，供到佢讀完成個大學課程。佢對佢好好，但係菜菜子就變咗好高嘅學歷，而 A1 就只有小學都未畢業嘅學歷，變咗拉開咗佢哋雙方嘅距離，變成咗一個分手嘅理由。佢哋就係因為咁樣而分手。當我同 A1 開始拍拖嘅一次上去屋企嘅時候，我見到佢成間屋嘅擺設裝修都係同菜菜子一齊建造，有菜菜子最喜愛嘅公仔做主題。A1 就好似電影情節咁樣，攞本舊相簿出嚟，同我喺度講有啲咩人，有啲咩事，例如幾歲同家姐係邊個影嘅相，呢個係佢表哥之類。當佢揭到同菜菜子嘅合照嘅時候，佢就拎起張相，揸住佢隻眼神，佢嘅表情，我到依家仍然好記得。佢係一個好深情嘅眼神嘅表情，你望住張相，你回憶同菜菜子喺日本旅行嘅點點滴滴。我係由做同事嘅時候已經知道佢係好愛菜菜子，所以我就問佢：你睇下你而家你個樣，其實你仲係好愛佢㗎。
點解唔試下搵返佢，同佢一齊？我同你只係啱啱開始，我冇問題㗎喎。我未愛得深嘅時候分手，我接受到㗎。A1 佢就夾我，冇可能㗎啦，佢咁高學歷。我就同佢講話吓，但係佢個學歷係你畀錢供返嚟㗎喎，佢唔係有你，亦都唔會有依家嘅佢喎。A1 再繼續講，係話其實我已經試過㗎啦，但係佢爸爸反對我嘅一切。佢係大學嘅學歷，依家做緊銀行，而我就只係一個小學程度嘅送貨仔。我就再問佢，我話咁菜菜子佢點諗啊？你既成年，結婚唔使家長簽名㗎。A1 就繼續話佢係要聽屋企人話，佢係一個好乖嘅女，所以我知道無論我付出咗幾多同幾咁好都好，根本係冇可能會勝過前度，因為前度係冇再可能得到可以永遠美好咁樣活喺腦海記憶之中，而我從來都冇見過佢對前度嗰種心情嘅表情。唔知我依家變成咗佢嘅前度之後，佢會唔會攞住我張相有一個心情嘅表情呢？而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我同 B1 拍拖大約1年嘅時間，分手嘅原因係因為嘈交，佢喐手打咗我一巴，所以我要分手。之後佢都有挽留，喺我屋企樓下等咗我好耐，我都好決絕咁樣唔再畀機會佢。而我嘅拍拖嘅期間，佢從來都冇送過花畀我。分手之後一段時間，亦都知道佢已經有新戀情。過咗2至3年後，係一個情人節，我公司突然之間收到一大扎花，我睇卡片先知道係佢送畀我。我就打電話問佢：你做乜嘢送花畀我啊？佢就話：你係我覺得最好同埋最虧欠嘅女人。唉，而另外一個例子，C1，我同佢拍咗拖8年，分手嘅原因係因為冇將來。佢話我學歷低，屋企環境唔好。佢屋企人唔會鍾意我，唔會接受我，所以一定唔會同我結婚。所以我嘅喺好冷靜嘅情況之下和平分手。分手之後一段時間，C1佢再搵我，佢同我講，佢話試過同其他人一齊，但係都係覺得我最好。同佢最夾，係話想同返我一齊，但係就一定唔會結婚，但會買一層樓畀我搬出嚟住，但係佢唔會過夜，佢每一晚都要返屋企瞓，因為唔可以畀屋企人知道。我拒絕咗佢，好可惜嘅就係，我唔係一個有樓有高潮嘅人。又另外一個例子就係D1，我同佢只係拍咗幾個月拖，分手嘅原因係因為佢成日唔會搵我，好少會 send 信息畀我。如果出嚟嘅話，所有嘢都要我畀錢。拍拖期間，佢時常不停咁樣提住前度，就算我同佢表示不滿，佢都依然不停提住前度。我同佢分咗手之後，佢就成日 send 信息畀我，
拍拖嘅時候想去 send 信息俾我就冇，原來成為前度嘅話，佢就會不停 send 信息，之後我就封鎖咗佢。可能佢依家同現任都會一樣係咁企住我呢一個前度。大家又有冇遇過一啲放唔低、忘記唔到前度嘅人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，同我一齊分享。今集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、留言同訂閱。拜拜。